月23日，土耳其庆祝国家主权与儿童节，但是中国政府继续对东突厥散和世界各地的维吾尔儿童施加压力。据了解，被中国政府关押在集中营的东突厥散家庭的子女也被送往儿童集中营。根据东突厥散电视台的报道，已经确定了20多个儿童营的位置。根据研究，这些儿童营地的建立日期与东突厥散集中营的开始日期吻合。研究人员说，美国国家地理研究中心的卫星图像被用来识别营地。另一方面，根据维吾尔时报于4月22日从中国的社交媒体之抖音和微信上所获取的视频和微信通讯信息，和田地区开始实行全日制寄宿幼儿园。此外，和田地区墨玉县教育局在发表声明，通知4到5岁的维吾尔儿童平日不得回家。世界维吾尔大会和全球法律行动网致信英国政府，呼吁英国停止进口产自东突厥散的棉花产品。他们说，世界知名品牌普遍对强迫劳动现象置若罔闻，这种现象规模之大为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所罕见。这2个组织在周四发出的信中列举的知名品牌包括瑞典服装零售跨国公司 H&M、瑞典简易家具和家庭用品连锁店 IKEA、日本休闲装设计生产公司优衣库和日本家用品零售集团无印良品等。这些公司经销的产品广泛使用了东突厥散棉花。世界维吾尔大会和全球法律行动网在给英国政府的信中表示，有数量庞大的证据显示，中国的棉花业广泛使用维吾尔人进行强迫劳动。欧洲总理莫里森周四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应该支持对中国病毒大流行开展独立调查。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抗议。莫里森表示，这是希望全世界在病毒问题上可以更加安全，并表示，我们需要一个独立调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吸取教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澳大利亚方面提议的所谓独立调查，实际上是在搞政治操弄，干扰国际防疫防控合作，不得人心。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表示，他的国家可能不会再向世界卫生组织伸出援手，该机构需要进行基本改革以对抗武汉病毒。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已商定了5400亿欧元的一项援助计划，以为受到武汉病毒疫情破坏的成员国提供及时经济支持。欧盟27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开会讨论了经济复苏方案。因武汉病毒威胁，会议采用视频会议方式进行。欧盟峰会主席沃尔苏拉·冯德莱恩、欧洲议会主席戴维·萨索里和欧洲中央银行主席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出席了由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主持的峰会。英国牛津大学开始在人体上实验可能的武汉病毒疫苗。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说，疫苗实验从2名志愿者开始，其中之一接受可能的疫苗注射，另一名志愿者接受为控制目的的脑膜炎疫苗注射。志愿者不清楚自己接受的是哪一种疫苗注射，只有检查差异的医生才能获得此信息。英国科研人员通过改变引起黑猩猩流感的显病毒的基因，在3个月内研制出可能疫苗。病毒通过改变的基因被阻止在人体里发育，疫苗里还添加了使武汉病毒附着在人体细胞里可生成指甲蛋白基因的元素。该疫苗旨在产生抗体，抗体通过粘附在病毒产生的指甲蛋白上来防止病毒渗透到细胞中。7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们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开展武汉病毒疫苗研发工作。自4月24日起，对全体穆斯林而言，神圣而庄严的斋月正式开始。今年的斋月期间，信众将封斋30日。斋月期间5月19日到5月20的夜为神圣的盖德尔夜。愿全世界的穆斯林群众斋月吉庆，善念永存。